你们在密封舱里做了手脚，我家小慧在里边，差点被你们害死。这件事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只需要告诉我，楚怀秋死了没有？我说过，我是跟雪狼对话。说，雪狼是谁？谁？我跟了雪狼20年，我的死病都是他救活的，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今天就是死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好，那你就告诉雪狼，再敢动我女儿，我就让你们一个也活不成，活不成！老师，我吃不下。你看你，吐的呀都快脱相了，你要多吃点儿，增加点营养啊。来，再喝一口。你别说，这白大夫药还是挺好用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中医也好，西医也好，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。不过呢，你在关键的时刻就往前冲，这个呀，就非常像你的父亲。老师，九江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了吗？老姜呢正在查，这次实验的危机，没准就是我们解开这个谜团的契机。四毛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安发现你了，赶紧收拾东西撤。哦。收拾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可以了，我们走。长官说了，报了我就活不了，对不住了啊。开门！开门！注意！是。快说，谁干的？谁？谁？报告，进来。队长，张局，
王记裁缝铺发现一个特务据点，店主苗慧兰已经被杀，现场有发现。好，那我去看看。是。你好好休息，走。张局，我通过衣服扣子查到了这家店铺，死者叫苗慧兰，是咱们卢明本地人，22年生人。她是这家店铺的老板，她死之前死死地护着这个包，这是里面的所有东西。你看，这胶卷里是密闭舱实验的全套总图。密闭舱的总图怎么会被迪特拍照？这是严重泄密。张局，我们要不要暂停密闭舱的实验？实验还有1天就结束了，这个时候暂停就是功亏一篑。来，局长，发现了迪特电台，但是密码本已经被毁掉了，可以确定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电台。哦，还发现了这张实验地的地图，这儿就是实验地点。哦，对了，张局，事发之前白明翰来过，他来过，不过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小后山，毒蜘蛛，后山的山洞，这次又是裁缝铺，看来白明翰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张局，你说这个苗慧兰会不会就是雪狼？雪狼是特务在卢门的最高指挥，谁会杀他呢？这是杀人灭口。显然苗慧兰不是雪狼。同志们辛苦了，丹阳，朱叔叔，主公，应该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开始吧。丹阳啊，你现在是总指挥，你来宣布。主公，来吧。同志们，经过了20天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，我们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马上就要顺利结束。也许，在我漫长的生命中，从未感受过20天有如此的漫长，但是，在这480个小时里，我们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，特别是我们舱内的实验人员，更是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毅力。感谢所有人的坚持，所有人的奉献，所有人用生命和汗水换来无比珍贵的数据，而这些数据将永远铭记我们每一个人，铭记水滴工程最光辉的一刻。水滴工程开舱倒计时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现在我宣布，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胜利结束。开舱！开舱！开舱！中所望，是的
感觉怎么样？所有的阳光，所有的新鲜空气，都来吧，让我拥抱你们，用青春和生命和无畏的精神拥抱你们。只要能拿到数据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你知不知道，季丹阳带总指挥之后几天几夜都没合眼，噪音他提前训练了2小时才跟你们商量，而且还高出你们10分贝。辛苦了，没事。辛苦了，怎么样，在里面？张局特别好。出来以后就好好休息吧。主公，裴章，辛苦了。谢谢张局。裴章，西文呢？西文，西文。闪耀的光，用这一生去守望，守望的地方。西文，西文。这是最后一组数据，结束了。我们胜利了。我胜利了。会盛开最美好的时光，如你我西文，西文，西文。深港共赴的梦，心底的希望。这次实验能够成功啊，多亏了专家组他们付出太多了。只可惜你没在，不然啊，能看看这热烈的场面。可以想象得到，毕竟他们挑灯鏖战了这么久。终于到收获的时候了。对了，季丹阳怎么样？作为总指挥，高兴坏了吧？哈，他好着呢。他和专家组啊，正在整理实验数据，数据才是这次实验的根本。队长，上次苗慧兰那个案子调查的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发现？我就知道你会问，特地给你带过来的。看看，密封舱总图泄露，怎么会发生？进。队长，牛师傅在密封舱有发现。好，去看看。队长。见了白大夫呢，你也好好说。他这几次明里暗里的帮了我们很多，至少他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。明白。走。
基本上在这儿了。长生，刘师傅，你看看这个。这张是白磷，看来生活区隔音材料内藏火跟这个脱不了关系。这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肯定是武瑞干的，肯定是武瑞干的。他怎么就瞎了眼，收了这么个混蛋徒弟呢？牛师傅，你也不要太自责。首先呢，很感谢你帮我们找到这个机关所在，不然我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上。那你们就继续工作，我先回家。好，辛苦牛师傅。白慧跟珊珊进场之后的表现怎么样？一直跟着专家们做实验呢，极少碰到仪器设备。平常主要负责我们的身体健康检查，量血压，就连季专家感冒，他们也是悉心照料。可是珊珊跟我们交代，说她在空调间值班的时候去了一趟卫生间，这个时候，白慧在干什么？当时我在操作间，事后我问过白慧，她在过渡舱准备医疗用品。准备医疗用品，这偏偏能逗留的地方都是死角。队长，你怀疑白慧？就算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有问题，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进入密封舱呢？实验成功了，小慧体检完过2天就能回来看您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个过程也是危机重重，好在有惊无险，还要谢谢您一直在提醒我们。哎呦，我提醒个啥子？主要啊，是你们科学家用心，你们公安呢保护的得当啊，应该感谢你们。我歇会儿吧，差不多了。白大夫，哎，您认识苗慧兰吗？苗慧兰，熟裁缝店那个。是。哦。她是特务。啊？特务？对。她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前2天在裁缝铺被人杀了。杀了？我听说，他死前您去过他的裁缝铺。啊，是。但我是去做衣服啊。哎，庞公安，你不会认为我跟这件事情有关联吧？我只是随口问问。对了，您看这把钥匙，您见过吗？我没见过。这把钥匙有人放在一个信封里寄给我，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他带我找到了我父亲的遗骨。我一直想着，如果能有机会见到他，我会亲自跟他说谢谢。这份恩情，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。庞公安，你父亲能有你这样的女儿，他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您也是一位好父亲啊，白大夫。这段时间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捋清楚，但我知道您一直在帮我们，所以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得到您的帮助。好。夏院长，云岛的2名专家
我们已经安排他们一一做了体检。您看，这是他们进仓前后的体检报告对比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都有很大的出入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呢？按照这2份体检报告，他们是参加不了这次实验的，在高温状态下，身体一定会出现问题的。哎，肖院长，这次的体检都有哪些医护人员参与的？医务室主任葛云主治，还有医生李淑芬、王树斌，护士长白慧，还有护士张玲、马彩霞他们。这些个数据啊，可是现在世界上机密中的机密啊！你们这么快就把这数据都汇总出来了，辛苦了啊！迫不及待啊！每一个数字都是我们的心血。是啊，我们这次实验舱从设计到实验，经历着一次次严峻的考验。这说明啊，我们新中国有能力，也有人才，造出我们自己真正的潜艇。这回回北京，向中科院中央领导进行汇报。哎，楚国，这些数据为什么要拍照啊？这样是张局给我们提的安全建议。这么厚厚的数据资料，路上不安全，拍张照片，回到北京再冲洗。哎呀，我们这次实验舱试验成功，还得感谢一个人，황红梅。是啊，看到他义无反顾地冲进实验舱，我真的很受震撼。坏了，光顾着数据都没来得及去感谢他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积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我们的潜艇像一条黑色的闪电，高傲的前航。你要是这么改，高尔基非找你算账不可。谁动我钛金属了？你们谁有动过我钛金属吗？我们都在实验场，谁有功夫动你东西啊？怎么啦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钛金属少了一块。啊？还没出院就乱跑，我都被葛主任说了。我这不是也没耽误治疗吗？再说了，有你们照顾，我都好多了。红梅姐，你这是汞中毒，你千万别大意了，你需要慢慢排毒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养不好，会留后遗症的。那也有你爸爸呢。我爸又不是神仙。小慧，你说洛珊珊怎么知道实验舱里面有扳手，还有白磷的？我也不知道呀。红梅姐，我知道我不该问，但是陆珊珊也是我的好朋友，还好吗？应该还在协助调查。希望早点出结果，也希望不是他。红梅啊，白慧同志也在。陈队长，别再让红梅姐往外跑了。哎，放心吧，我命令她在这里安心养身体。那你们聊，我去忙了。好。今天感觉好点没？好多了。你跟那个白明翰聊得怎么样了？我总觉得他有很多话没有说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接近真相，就差一层窗户纸。只要有问题，肯定就会有破绽。这是南山少年班在大北监狱那个服刑人员提供的资料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报告。进。
队长，红梅，刚才李专家说他的钛合金样本丢了一块，让咱们去一趟。好，去看看。陈队长，我一共准备了17块不同元素含量的钛合金样本，我准备编号封存了，但是你看，现在只有16块了，现在还有块找不着了。您先别急，李专家，这些个样本除了您以外，别人手里还有吗？这个达标的全都在我这儿，楚工那有几块，韩厂长那也有几块。我这一共6块，都在这儿。李专家，你来看看。哎，就这块，韩厂长，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块不是我原来给你的那块，这是我要编号封存的那块。啊？我都放在这儿没有动啊。李专家，你怎么能确定就是这块？你看啊，但凡我要编号封存的钛合金，我都会在右上角把这个眼儿给涂黑。你看这些都是白的。你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韩厂长，这就意味着你原先放在这里的钛合金丢了一块，而有人偷了李专家的这块样本，放在了这里。那就奇怪了。如果非要说研究价值的话，那肯定这一块的研究价值更高啊。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给偷走，偷原来的那些呢？偷梁换柱，韩厂长，这里都有谁可以出入啊？陆成啊，可这小子也不会碰这个呀。陆成，好在这块钛合金样本还在，但是韩厂长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还是要查清楚的。我理解，全力配合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丹阳，老板，这刚实验完就来工作啊？你们不也一样吗？按规定要在厂医院待1周，你们连1天都没待过。这实验啊，就像魔术，越到解密的时候，大家都按捺不住。你们数据弄完后，水滴工程是不是就结束了？到时候都要离开卢门了吧？还不一定呢。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留下来。嗨，别那么伤感嘛，说不定这下一阶段的工作还在龙门展开呢。来找红梅姐吧。啊，2楼201。好，那我先去了啊。韩连长，你找我有事儿？陆成，你在我身边时间可不短了。您怎么说起这个来了？我大学毕业就跟您在一起了。是啊，最近啊，不知道怎么的，总是想起你的父亲。当年战场上我们在一起，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。正因为有你父亲这层关系，所以平时呢，我对你严厉了些。希望你能明白，我是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。韩叔叔，我知道你的苦心的。你把我留在身边，是为了想照顾我。也希望你成长，能成长为像你父亲一样的男子汉大丈夫。你小子一旦劈了叉，跑错了道，我就算打断你的腿，也得把你拉回来。韩叔叔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您就直接讲呗，我一定改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李专家的钛合金样本怎么就长了腿，跑我这儿来了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还可能是谁呀？我的办公室
还有谁能随便出入啊？那我怎么知道啊？保卫科还有全场的钥匙呢。或者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？对，就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的。陆成啊，陆成，你想想你父亲，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，没事拿出来看看。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，英勇果敢，光明磊落？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儿，你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？抬起头看着我。陆成，人一旦做错了事，就要有勇气去改正。如果真是你小子，赶紧给我悬崖勒马，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。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，我的好侄子，你还能挺起腰板继续做人？这里没有外人，你坦白的告诉我，到底是不是你？说话呀！到底是不是你？真的不是我。进来吧。偷看我？不，是欣赏。你这今天嘴上上了蜜了，怎么了？那些数据……明白，数据重要。谢谢你的理解。老姜跟郭局呢，调查了苗慧兰。这个人在解放前是在一户大户人家里做女佣的，解放后呢，开了一家裁缝铺。那么经过调查，发现他接触的人当中，除了老顾客以外，还有白明翰，而且还给白明翰多次送了草药。这个苗慧兰，着实有点奇怪。会不会是他与白明翰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联络方式？白明翰要查，红梅的怀疑是对的。你那边进展怎么样？啊，这是夏院长提供的一份名单，所有体检的人员是这几名医护人员完成的。这份名单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这样吧，让骆珊珊回厂医院继续工作。这个时候让他回厂医院，是不是？骆珊珊的调查报告我已经看过了，她应该没有问题。如果这份名单里的谁真有问题，那么他看到骆珊珊回去工作的话，他会怎么想？是。你看看你，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，还愁眉苦脸的。发现什么嫌疑人了，还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你脑子里除了抓特务，是不是就没别的了？那你脑子里还整天都是数据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那些数据非常重要，千万保护好。刚刚白慧问我，说水滴工程结束之后，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开鲁门了？看你这样子，不舍得啊。感觉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。从香港到这儿，我的确有很多舍不得。灵武所所有的科学家，
你结束之后去哪儿？北京。去北京？我爸还在北京搞研究呢，而且你不得回家看看啊？嗯，那倒是顺路。你当时怎么想的？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冲进去？不怕有危险吗？那我先问你，如果实验失败了会怎么样？所有人的努力，所有人的心血，都会白费。所以啊，我哪有时间想危险啊？还有啊，当时实验出了那么多状况，你就没想过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？我在关心你的身体，你跟我聊这个，这是你的工作好不好？那你不是也得提供线索吗？没有。没有就没有嘛，什么态度？陆晨啊，陆晨，你想想你父亲，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，没事拿出来看看。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，英勇果敢，光明磊落？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，你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？你干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公安现在在调查台和金的生人，知不知道？怎么发现的？你不是说没有问题吗？发不发现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特务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什么老师，什么被逼的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一直在利用我。我都答应你了，是什么都答应你了，你还在怀疑我？你还在骗我！我不能再这样下去。我也不去什么香港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可是这份爱，却让我一步一步走向了沦落。冷静点，张丽姐，快！你看底下，我不想再看到你说这些。你怕了，对不对？干嘛呢？主任，赶紧工作去。百合呀，我告诉你，我的梦醒了，我不能像李光明一样走到那个地步。我要跟公安说，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如果你是特务，我劝你马上走。因为这是我对你最后的爱。如果你是被逼的，那你就跟我去自首，好不好？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现在给我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
慧，回来了，还好吗？没事儿。可被你吓死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我也吓坏了。他们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对我指指点点的，我一定要把坏人揪出来，还我清白。清者自清，别担心，早晚会真相大白的。人一旦做错了事，就要有勇气去改正。如果真是你小子，赶紧给我悬崖勒马，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。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，我的好侄子。一片白云，又一片白云，无休止的向我扑来，就好像朵朵白玫瑰。爱情是很玄的东西，是光阴写下的诗，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。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，我也愿你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。你让我给图史拍照片，就有人把厂长调走。沈勇，你就是那个特务，对不对？武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，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。什么老师，什么被逼的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一直在利用我。事已至此，我白慧终将会是你的人。我既然选定了，就不会后悔。你信我吗？我怕，但是有你在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，对吗？主任，我们给卢门发了5封电报，都没有回音，要不要再试试？不要再发了，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电台已被中共摧毁了。但我们对卢门目前的情况没有一点消息了。没有消息，至少证明我们的人目前还安全，还活着。我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，一直都是牢牢地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。这一次，难道我要听天由命了吗？爸，吃饭吧。哦，小慧，昨天晚上怎么又回来那么晚呢？单位有点事儿。哎呀，都结束了，你们这实验也都结束了，现在一切都应该结束了。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都结束了。专家也好，公安也好，就都该走了。我们这生活还能不能回到这以前那样呢？我告诉你，人呢，一旦发生了变化，就很难再回去了。爸，你是真希望他们走吗？哼哼，说心里话，爸爸就没希望他们来过。孩子，咱们父女俩这相依为命，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到现在呀，最悔恨的，就是早年没有把你带好，让你离开了我4年。哎呀，费了那么多周折，最后终于把你找到了，这算是万幸了。可是从你回来以后啊，爸爸就发现你的眼神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了。孩子，我自责呀，我在想，要是你的亲生爸爸还有妈妈都活在世上，就在你的身边，一定啊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又单纯又善良的好孩子的。爸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。爸，你对得起我。我说过，在我心里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能跟你在一起，是我最幸福的事儿。那你告诉爸爸，有没有不该瞒着爸爸的事儿，去瞒着爸爸了？没有。孩子，跟爸爸说说，这本书是怎么回事？五线谱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想学手风琴的呀。如果爸爸现在告诉你，这是一本坏书，它不适合你，你该怎么做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爸。小慧，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沾的，沾上就甩不掉了。爸爸不能看着你走错路，那样的话，我对不起你亲生的父亲。我学音乐怎么就走错路了呢？那你告诉我，这本书是谁给你的？你拿着它要干什么？就是我在图书馆借的呀。喏，你看，这上面还有图章呢。好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再碰这本书，马上把它还了。知道了，吃饭吧。百惠，出去啊！哎。
局长，根据我们与厉家的联络获悉，厉秋晨在抵达卢门以后，并没有跟家人联络。他的婚期定在21号，今天已经19号了。就算他速度再快，也不可能在婚礼当天抵达滨城。他连婚礼都忘记了？他家里人说，他跟他未婚妻的感情很好，按说不应该。不过有一个疑点，他家人说他在抵达香港的时候，有一个律师跟着他。 说是要回国陪他处理一些法律文件，不过后来，这个律师就不知所踪了。作为一个爱国华侨，他捐赠的可都是真金白银。如果他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他为了这个目的下足了血本。是。如果真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水利工程的话，我想那边的那位寇雪松会不惜一切代价的。 通知陈东升，立刻派人盯着厉秋晨。是，是吗？好的，谢谢房书记。东方农场的房书记吗？是不是厉秋晨有问题？房书记的任务是张局给安排的。不过我现在还琢磨呢，李大壮他们那边爆破，这边炸，铜矿那边也跟着炸，咱们实验停止了。 他们那边也消停了，怎么会这么巧啊？两边同步炸。是啊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厉秋晨也是苗慧兰裁缝店的主顾。丁杰，到。盯紧厉秋晨。是。我也去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刚出院没几天，老实待着。队长，报告。队长，出大事了，陆成死了。什么？ 这怎么发现的？陆成今天一直没去上班，韩厂长派人过来查看，才发现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急得韩厂长都犯高血压。行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发现，都查一下每个细节。队长，永失我爱。 你相信陆成会为情自杀吗？你是说白慧？陆成生前密切接触的人里，白慧绝对算一个。怎么就这么巧，在我们马上要调查他的关键点上，突然自杀？是啊，这件事太巧合了，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长生、童斌，你们去调查一下，昨天晚上都有谁出入这栋楼？ 好，走。霍师傅，您就住这对面啊？是的。啊，您好好想想，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也没动静啊。昨天晚上不早就在那睡了，也没听到什么声音。就这么近？哎呀，这不是年龄大了，睡得沉吗？好吧。那您昨天晚上自己在家吗？啊，是。 这上面的字迹，的确像是陆秘书自己写的。队长，陆成家干净整洁，你看这衣服，摆放的也是整整齐齐。以我平时对他的了解，他是一个极其注重仪容仪表的人。自杀之前，他怎么会穿成这样？这的确是个问题。陆秘书比较注重个人的形象，就算自杀，也应该穿得正式一点才对。具体什么时间？ 队长，你看这个高跟鞋的脚印。去，把这个鞋印踏下来。这栋楼所有的女性鞋都跟它做一下对比。是。哪个女人会来陆秘书家？昨晚我下班都9点半了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到家时间？ 不到10点，怎么了，红梅姐？百惠，
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和陆成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陆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跟他毫无关系。有护士说，他昨天来了厂医院，你们有过争吵。对，我想有人看见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应该都知道，陆成经常来厂医院纠缠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一直敷衍他说等水滴工程成功之后再说。昨天他来问我的态度，我想，就像红梅姐你跟我说的，当断则断。我不想再这么拖下去了，我坚决地拒绝了他。他一时受不了，就吼了我几句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走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我？陆成自杀了。什么？你们说是不是他呀？听说了吗？就是他，知道。他现在还在医疗站。他回来了啊！你看他的表情没有？是混落魄的。是啊，我估计就是他，8成有关系。说这么大的事，请进。哦，白鹤呀，什么事儿？康主任，能跟你谈谈吗？谈谈。关于什么？陆成。陆成不是自杀，而是被注射了致命药物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你看到我们吵架，我还在想，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于是我就来找你。不巧，看到了你包里的巴比妥酸盐。葛云姐。葛主任，是你杀了陆成。这种话不好乱说的，我承认。好啊，那我们来说说另外的事。体检，我给龚专家他们体检的时候，测的数值跟你写在体检单上的不一样。我一直还在想，怎么就那么巧，我能有机会进入实验舱？原来是你啊！提早做好了一切。体检一共有3位医生，我只是其中的1位。但是每一项数值我都记得。龚专家的身体是不可能进入实验舱的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故意写错。葛主任，你能在外围指挥一切，却又处在场内知道一切。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，你应该就是薛老。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可以现在就去专项组举报你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
你还不承认？好，那我就拒绝执行最后的任务。你自己想清楚，是任务重要，还是举报我重要？周月，你太傻了！你都已经到台湾了，你干嘛还冒险回来呀？你知道吗？寇主任说，在重启磐石行动是要启动你雪狼，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陪着你一起完成任务。磐石行动不能就这么失败了。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，我没有办法活着回台湾。慧兰是我20多年的仆人，他你也要杀？我没办法，他抱了我，他知道你的一切，我必须要保护你。你保护不了我，他们已经成功了，我们没有机会了。任海，我劝你离开这里吧，不想让你也死在这里。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如果我们不能破坏水滴工程，那我们就要拿到所有的数据资料。难怪寇主任这么欣赏你。你为什么杀不成？你不想杀他们吗？我没想用这种方式杀他。别告诉我，昨天晚上你没有去陆成家。看到这。昨晚如果不是我特意调整了你的工作时间，你根本瞒不过专项组。我杀陆成，就是为了让你完全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好好的完成今天的任务。我这是在保护你。现在你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吧？动手之前，我有我的条件，说说看。我要带我父亲一起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有可能就是出卖我们的人？我不是在跟你雪狼商量，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的条件，否则我拒绝执行任务。好，就这么说定。哎，老白，这酒窖已经找到了，你怎么还心事重重的？还记得那里边埋的人吗？你说的是那个文质彬彬的，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人，他是谁呀？庞公安的父亲。怪不得你一直在找啊。还行，按时服药。哎啊，哎呀，等吃完了我再给你开点。嗯，好。嗯，当年呢，在这河堤路，庞公安的父亲呢，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帮他办一件事，我就没给人家办成。后来呢，他就牺牲在那儿了。我呀。9年呢，我找了他9年。你老白是个重情义的人呐。哦，对了，你让我打听的那个裁缝苗慧兰，她是49年跟着她男人来龙门的。哦，没几年她男人就死了。在以前吧，
只听说他是在重庆给一户人家当女佣，以后就不知道了。苗慧兰，你看看，咱们这卢门地方不大，这还鱼龙混杂呢，什么人都有啊。还不是台湾那帮人，做梦都想反攻大陆。你说我一个解放前的老警察都觉得，共产党才真给咱中国希望。有些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，有些事儿吧，就得压在心底，好好当一个老百姓吧。哎呀，你说的也对，我这也想把什么事儿都给他忘了，但是这有些事儿，这还是得有个说法的。白慧说的时间跟葛云说的时间完全吻合，没有破绽。是，没有任何破绽。为情自杀，听起来多合理啊！他杀的话，陆程的遗书怎么解释？只有陆程才有机会拿到韩厂长办公室的钛合金，也只有他才能拿到设计总图。白慧虽然拒绝了他，但陆程并不是想不开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陆程咱都查过几次了，这人思想简单，主要活动区域也全在厂里，交往过密的人，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你要说他最在意的，那除了韩厂长，就是白慧。白慧，报告，队长，鞋跟踏下来了，36码，女鞋。白慧的鞋码多大？38码。看来不是白慧啊。哎，陆秘书家邻居有没有符合这个鞋码的？找到了一个，霍师傅的女儿，不过当晚不在家。又是一个死棋。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五线谱。五线谱，五线谱，你不是调查过了吗？在发现我父亲遗骨的地窖里面，特务留下了一个箱子，里面就有一份五线谱，而且白慧家也有一份。队长，你通知老姜，让他立刻到市图书馆找我，我现在过去。长城统兵，陆秘书家带回来所有的物品，再仔细核对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指纹。啊，笔记再核对一遍。是。白慧，我拿个器具。哎，白慧，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没事，我刚想跟你说，葛主任找你呢。呀，你看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，我要给楚公检查身体。这样，你穿我的，你赶紧去。对不起啊。行。还行哈。那你记得帮我把这收拾一下，我先去了啊。行，哎，白慧，我帮你洗了啊。啊，好。哎，这是你那个乐谱啊？这也看不了了，算了，反正我也学不会。那我给你扔了啊。啊，对了，我想跟你说，帮我把这些药再配一些，拿到护士站去。行，你快去吧。哎。找到了，就是这本。48年出版的。对照一下。
这么多怎么找？只要是特务想传递一些情报，那么就一定有它的规律。你看啊，这高高低低的小蝌蚪，一定有什么意义。咱们慢慢找。珊珊，珊珊，还在生气啊？这不都没事儿了吗？没事，你那么对我，什么态度啊你？你别这样嘛，工作它就是工作呀。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我那么做也是真的希望你没事儿了。那张局长都说你没事儿了，你不找我来，我也想找时间跟你解释一下。咱别这个态度。这什么？把他的口梅姐。老姜，如果五线谱不是五线谱，而是密码本呢？主公啊，对，您的这个血压还是高啊，您的颈椎病还没有好利索呢。我怎么觉得我好的差不多了？主公，听说您要回北京了，是吗？明天上午的火车。这么早？那您还回来吗？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给您按按肩膀了。这水滴工程啊，第一阶段已经胜利结束了，但是这只是个开始。白慧姑娘，有时间啊，到北京继续进修，别辜负了你的才华呀。我现在麻烦是缠身，能去哪儿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主公，您还不知道吧？昨晚上陆秘书自杀了。哎呀，陆秘书也是个情种，他喜欢白慧，白慧没有这个意思。陆秘书昨天到我们厂医院来，闹了很大闹，结果没成想，他一回家，这就……哎呦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？哎呦，那个韩厂长一定很难过吧？韩厂长知道以后啊，伤心过度住院了，我们也不敢劝呢。要不您去医院看看韩厂长吧，我估计这会儿他也只能听进您的劝了。是该去看看。啊，等我一下啊。好，咱们走吧。好。队长，队长，我找到一张白慧的五线谱。长生，你看能不能复原？这哪里找到的？是珊珊，红梅跟他打过招呼，要想证明白慧没有问题，首先得证明五线谱没有问题。这难度可不小啊！珊珊挺为难的，她应该觉得特别对不起白慧。所以说，我们只有找到真相，才能不辜负珊珊这份情谊。张生，尽快给她复原。是。哎呀，葛主任，我病历本落在专家办公室了，我先去取一下。楚公，您先去吧。哦，好。好，
处决。山雀密谋，解救小惠楼共党，其属系之人全部控制，关押人员，杀。爸爸在最关键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。雪狼，特命，以全新身份潜伏。2311厂，这不就是卢门1厂吗？雪狼就在身边。好，谢谢白大夫，不用客气。你呢，带着尾巴就来找我来了。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保护回国发情。白大夫，楚怀秋还没有死，你怎么解释？没有办法下药，所有的药都要经过人家化验。你的计划也没得逞啊！你的脉象告诉我，过于焦躁。我倒是觉得，你应该给你自己好好买。就没发现药丸少了一粒吗？能接近你药箱的，只有你的宝贝女儿。我看看你说的。下午4点，白慧会去三跳峡。您自己制的毒药，应该有办法解对吧？不用这么盯着我，这是白慧自己的决定。当然了，能不能救你的女儿，也是您的决定。谢了，白大夫。程生，你看看这个稿子，能不能把陆秘书之前写的东西给踏下来？好，我试试看。队长，啊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？五线谱破译了，是摩斯码。五线谱是摩斯码，那怎么辨认呢？这里面每一种符号都代表着特定的信息。九教的五线谱说的是我父亲暴露和小惠楼烈士的事，而白慧家的就是这本。可见他的身份一定有问题。刘思毛家里有2张五线谱，这张是白慧的。白慧她有没有问题啊？这2张五线谱就能给我们答案。你要带着这里面的资料一起走。我父亲消息已经给到他了，下午4点，他要不要去三跳峡，那要看他自己的选择。这里面的药是能致人昏迷的，这个你懂的。带着吧。
已被布氏支取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陆成就是这个死法。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。